各位现场以及线顶的同工、众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要来开始今仔日的敬拜。选调，迄时耶和华看见因为无公义，就不知无欢喜。伊看无人拯救，无人替求，不知讲影，就用家己的手来救家己，用伊的公义扶持本性，用公义做盔甲来穿，用拯救做头躯来治，用报仇做衣裳来穿，用热心做外袍来满。伊照因的行做来报应，收起伊的对德，报应伊的求仇，对正海事行报应。安尼，人对日落的所在要敬畏耶和华的名；对日出的地方也要敬畏伊的阳光，因为伊要来，亲像紧流的河水，是耶和华的气所吹逼的。要有一位救赎的主来到锡安，也到雅各族中离开过世的人遐，这是耶和华讲的。耶和华讲：论到我甲因所立的约就是安尼。我的神伫你的顶面下，我的话我所立下伫你的嘴下，无离开你的嘴，无离开你的子孙的嘴。也无离开你的子孙孙的嘴，对打到永远。这是耶和华讲的。请咱继续备办心，准备咱的心来敬拜。
咱做伙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会当互阮毋也伫现场，也上管一线顶，会当继续来敬拜你。阮祈祷伫阮的计划中间，伫今仔日即个国活节的主日，阮拢备万心。要来庆祝纪念你的国活，圣歌队准备一条的诗歌，一礼拜中间也要来行圣礼，要来享受你的国活。总是伫即个疫情的下面，这个实体的敬拜，拢无法度来进行。主上帝。你的计划，你的业力，实在是超过阮的想象。我嘛无法度掌握，阮搁较毋知影上帝，你为虾米应准安尼的代志来发生？伫即个国活的主日，面对这疫情造成全世界、侪国家、侪人陷了伫苦难的中间。有人伫病痛中间，有人伫面对死亡所带来的忧伤。主上帝，我毋知要用什么款的心情来庆祝这个国活的主日。主啊，阮搁较愿意用祈祷来陪伴遐犹阁是苦难中间的人。主上帝，恳求你会当帮助阮，通过今仔日的礼拜，继续用祈祷来为着遐个逐角落，伫病痛中间、伫忧伤中间的人，因为你的国活来看到盼望。也愿主上帝你的心帮助阮，不管阮即马是伫线顶，也是伫现场。主上帝，你的心拢拍开阮的心门，会当互阮通过即个敬虔的心来领受主上帝你的恩典。主，阮将今仔日的敬拜全然仰望伫你，求你亲自掌权，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来领受今仔日上帝授予予咱伊的话。经文是记载在《以弗所书》第2章第5节，以及第6章的第10节到20节，这有分两段。第一段落2章第5节，伫咱要得培育灵性以及死的时，以互咱甲基督做伙国活，恁是对上帝的恩典得到救的。第二段落是第6章的第10节到20节。6章第10节安尼讲：最后我肯定甲主结连，靠伊的大力最坚强的人，就像上帝所赐全体的武装，甲恁徛在，通抵抗魔鬼的诡计，与咱毋是甲有血有肉的人得交战。是甲天界的邪神，就是即个黑暗世界的宇宙统领者、权力者、掌权者的交战。所以，就用上帝所赐全体的武装装备家己，通伫邪恶日子会当抵抗对敌的攻击，坚持到底，持守正地。所以，就徛在用真理对最大来下，用公义做护心甲穿，用准备好势的和平的福音做鞋穿，就不是用信心做盾牌，通拍化邪恶者城内的火的箭，就用拯救做头躯，用信心做剑，就是上帝的话，就靠信心专心祈祷，常常祈求，就不是警醒。
时常为着所有的信徒祈祷，嘛为着我祈祷，求上帝赐我信息，通好胆开嘴宣扬福音的奥秘。为着这个福音，我现在做一个挂体人的大赛，就为着我祈祷，互我通好胆宣扬应该讲的。一讲到大生，牧师要先问咱大家一个问题：这个世间敢有属灵的战争？这个世间敢有属灵的战争？基督徒敢有需要加入？可能一开始你会问牧师讲：属灵战争，基督徒爱加入？信仰的生活敢有需要这么严肃？信仰的生活敢有这么严重？总是当咱安尼问的时，咱可能会想到咱目前所拄到的这个疫情。面对这个肺炎的这个疫情，检测一开始就有人讲：啊，这个肺炎无这么严重吧？敢有需要配合政府来预防家己莫受感染？敢有需要消毒？敢有需要挂喙罨？啊，敢真正袂当出去佚佗？敢真正袂当出国？我想咱拢真清楚，就是因为有人感觉啊，无遐尼严重啦，无遐尼重要啦，所以直到这个疫情愈来愈严重，侪人受到感染，受到病痛，受到这个面对这个死亡，属灵的战争嘛会相共款。咱唔通讲有遐尼严重吗？有需要这么严肃吗？属灵的征战确实存在，魔鬼通过人的罪恶来互人绊倒，互人软弱，互人倒落去。搁这个罪恶，就亲像病毒是共款，是会传染的。罪恶亲像病毒是共款，是会传染的。互人伫无张持、无注意、无警醒、无细腻的时，就来绊倒，就来受伤，然后受到这个罪恶的捆绑甲压制。也因为这个魔鬼的攻击、罪恶的传染，今仔日基督徒活伫这个世代，绝对爱活出基督精兵的这个款式。阿门。爱活出基督精兵的这个款式，咱来显明家己是上帝的士兵。今仔日基督徒若无活出基督精兵的这个款式，世间人、唔信的人，无法度对咱的生活、对咱的身躯顶来意识到讲，原来这个世间有一场属灵的战争在发生。因无法度知影，因为咱基督徒无咧征战，所以因唔知影，因搁较无去意识到讲，未来的这个结局一定定。未来结局是啥物？就是既然信耶稣，都坚持基督信仰到落尾的人，在未来要得到永远的荣耀。总是伫这个结局内底，遐个唔信的，遐个拒绝福音的，遐个反对上帝的人，伫未来要进入永远的黑暗甲空虚的内底。既然咱必须爱坚持咱的信仰到落尾，今仔日咱通过咱的经文，保罗伫这中间教示咱，爱做一个坚强的人，爱做一个坚强的人。什么是坚强的人？坚强的人是通过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通过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灵性搁活的人，灵性搁活的人。
坚强的人是加入属灵的征战，徛伫耶稣迄边的人。坚强的人是无阁受到罪恶的捆绑，甲上帝有好的关系的人。所以简单讲，啥货是坚强的人？坚强的人第一就是灵性阁活的人，第二就是安那徛伫耶稣迄边的人，第三是安那甲上帝有好的关系的人，这是坚强的人。一个得到救恩、甲上帝有好的关系的人，常时嘛甲人会有好的关系。这个好的关系不只是表现在教会内底，注意听哦，好的关系不只是表现在教会内底哦，常时嘛在安那表现在咱的家庭内底，表现在咱的家庭内底，特别是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，以及爸母甲囝儿之间的关系，拢爱有好的关系。更加进一步来看，今仔日顺服伫教会制度中的关系，嘛是一个好的关系。顺服伫教会制度中间的关系，就是一个好的关系。所以，一个人要甲上帝保持好的关系，就必须爱起来甲歹争战，甲魔鬼争战，甲邪神争战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灵性阁活的人，绝对无愿意倒转去到较早的这个境况，较早迄个犯罪、堕落，因为一软弱内底，安尼无信心、无毋茫的人的这个状况内底，一个灵性阁活的人，绝对会甲歹来争战。为着什么？为着要甲上帝保持什么好的关系啦？为着要甲上帝保持好的关系，所以一个灵性阁活的人会起来甲歹争战。总是咱要争战的对象，大胜是咱家己。一只牧师要讲的，咱争战对象大胜是咱家己。为啥你安尼讲？咱莫讲啊，我要甲歹争战，我要甲魔鬼争战，我要甲邪神一只对抗。是啊，咱要先对付咱家己，先甲家己争战。因为我要讲的是，咱的对敌敢看会到，咱的对敌看袂到，就是因为看袂到，所以咱会分担。咱根本有当时都无穿属灵的军装啦，咱无穿属灵的军装，就要甲歹争战，就要甲魔鬼争战。甚至讲我有穿属灵的军装，总是有可能你根本穿无好势，你根本穿无好势。都再讲，魔鬼将来就要正面甲咱攻击，魔鬼拢是安那，偷偷啊甲咱拍，甲咱咬低，甲咱塞弄。然后，互咱烧焦，互咱受伤，互咱跋倒。这是魔鬼对咱的攻击。魔鬼袂正面来啦，魔鬼袂正面来。所以，第一个咱要争战的对象是啥？是啥？是咱家己啦。啥是咱家己？问家己，我有要穿属灵军装无？我有要穿哦好无？我有要穿哦好无？所以保罗。是今仔日的经文内底，伊甲咱教是讲，咱爱徛好在，咱爱徛好在。华语的圣经拢讲啥？站稳了，你要站立得稳，你要抵抗得起，你要站稳了，徛好在。保罗爱咱挖靠上帝所授予的属灵军装来抵抗魔鬼，唔通靠人的气力，唔通靠人的气力。一定爱我靠上帝所授予的属灵军装。今仔日保罗伫第13节的所在，13节的地方，13节的所在讲了真清楚。13节的所在的意思是啥物？意思是讲，今仔日你若是无穿上帝所授予全套的武装，逐日警醒来竞争的话，你连咪就受伤，你连咪就跋倒。然后，就要产生一寡问题。当你受伤跋倒了后，要来产生一寡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，请问你受伤跋倒了后，
你要食倒偌久？你要躺多久？倒来，你倒一遐是你家己会好起来，还是需要人甲你帮衬，需要人陪伴甲医治？所以第一个问题是你倒一下要倒偌久？时间的问题。你敢有需要人甲你医治、甲你扶持、甲你帮衬照顾？第二，这是资源的问题，时间甲资源的问题。咱知影讲过去古代的战争是摕刀、摕剑、摕枪，对无？总是现代的战争拢摕啥物货？拢摕啥物货？拢摕枪嘛，用枪支甲人打嘛。咱知影讲，其实美国因的战术是啥物？因是战场顶面的战术，其实因无一定爱甲对方弹互死，伊会当甲对方弹互受伤。咱知影讲，咱做兵的时阵吼，一个班有几个人？一个班有几个人？一个班有几个人？10个或12个，对无？好，咱算10个。你要对付一个班，真简单，你用枪甲对方3个人弹互受伤就好。大互受伤就好，毋通大互死哦，大互受伤，然后你就退防，放因逃走。过一时啊，你要掠去伫，倒来其中2个人，倒来大互受伤就好。安尼一个班10个有几个受伤啊？5个受伤对无？请问这5个受伤的人，敢有人需要去来照顾？因要刷顶人的时阵，敢有人爱带因搬刷、带因扶持？敢有需要？我要讲的是。这个班10个人到最后敢会虚咧咧？敢有法度再继续战斗？敢有法度？无法度啦，无法度。因为有人安那，有人受伤，所以需要有人关心、有人支援、有人扶持。直到整规个班安那，无法度再继续战斗。保罗所意的是啥物？保罗所意的是每一个基督徒。每一个信徒拢保持一战斗的状态啦，保持在战斗的状态。伊毋通讲，拢毋通有人受伤，毋通真做这个伤兵，等到爱真做这个征战的老兵，还是讲精兵，然后才会征战的老兵，将这个征战的经验传承给新兵啊，老兵传承给新兵啊。将真正的经验传承下去了，所以咱基督徒信徒爱真做属灵真正的精兵，还是老兵，唔通真做伤兵，唔通真做团体的负担。当然，保罗唔是这么严格，保罗嘛是一个真有疼心、真温柔的人。伊唔是讲拢无温存讲你会受伤，我无爱电你。保罗的意思毋是安尼，咱是今仔日咱徛伫战场顶面的角度来看，一个领导者，你会鼓励你家己的队员受伤吗？你会鼓励你的队员受伤吗？你敢毋是安尼常常但警醒讲，你爱细腻，你爱警醒，你爱注意。一个领导者所毋忙的是，自头到尾，你的队员拢安那，拢徛好在，一直到属灵的战争结束，大家人拢通徛好在。阿门。咱那边的人讲好无？虽然恁离这远，但是讲咱爱徛好在，爱徛好在啦。那安尼，咱要出去征战，总是咱嘛有休困的时阵啊，咱嘛爱整装待发、重新出发的所在啊。什么所在是咱重新出发的所在？咱的属灵基地是倒位？牧师甲恁讲，教会就是咱的属灵基地。教会就是咱的属灵基地。教会就是互咱会当彼此协助、彼此激励、彼此扶持的一个所在。属灵的基地毋是地点，属灵的基地嘛毋是一间厝体。属灵的基地是一个团体，一个用祈祷甲读经来军队耶稣的团体，这就是属灵基地。
这就是教会。所以看到这，请问魔鬼会攻击咱个人对无？魔鬼敢会攻击咱团体？敢会？魔鬼会攻击咱的团体哦。魔鬼会安怎攻击咱的团体？魔鬼可能会用这个世间的流行，安怎带入来咱的教会内底，带入来咱的教会内底，甲咱引诱，甲咱试探。现在魔鬼嘛会将这个世界价值观带入来咱教会内底，互咱造成混乱。牧师直接甲咱讲一件代志：魔鬼上厉害的攻击是啥物？魔鬼上厉害的攻击就是互咱接无用，让我们很忙碌。这是魔鬼最厉害的攻击，互咱接无用。一个接无用的人，就无法度安息。你无安息，就无法度静谧伫上帝面头前。你无法度静谧，你就无法度感受到上帝予你的感动。今仔日一间教会若无得到安息，就无法度安静伫上帝面头前祈祷，领受主上帝的话。最后，这个属灵基地就失去伊的功能，失去伊的功能。所以有当时，咱必须要来清楚讲，咱教会到底伫做啥物？咱教需要遮尔无用，一这中间有偌济是上帝意思，一这中间有偌济检测是魔鬼，即甲咱使弄，咱爱来注意。面对安尼一个对敌，咱爱非常的谨慎细腻，因为咱的对敌是无形无体，咱看袂起摸袂着，总是一个无所不至、无所不在。真奇妙的是，咱来看咱手头的圣经。咱手头的圣经，保罗安怎称呼这个看袂起的邪神？保罗如何称呼这些看不见的邪灵啊？称呼因啥物？称呼因叫做统领者、管理者、甲掌权者，有没有？统治者、权力者、掌权者。保罗是爱用安尼来形容称呼这个邪神。咱来想看卖啊！哦，这个世界的罪恶以及苦难是按哪具体来发生的？这个世界的罪恶及苦难，这些罪犯是怎么具体发生的？这个世界充满怨恨、白贼、嫉妒、贪心、淫乱、骄傲、暴力、甲苦毒，这个是按哪来发生的？我相信无人愿意让这个歹存在，没有人愿意让这些不好的事情存在，无人愿意。总是一个是存在，对无？一个是存在，然后不时的发生，一直的发生。如果连撒旦嘛会当假做光明的天使，撒旦可以假作光明的天使，光明。撒旦会当假做光明的天使，那安尼，撒旦嘛会当假做是牧师，撒旦嘛会当假做是忠直，撒旦嘛会当假做是咱的信徒。这个意思是讲，撒旦假做一个人的形来到咱的中间。这个意思是讲，咱人伫无张持、无势力的时阵，互撒旦利用，直到咱的所行。所做、所想，拢互撒旦来掌权，拢照撒旦的意思来行。所以有真济代志，因为是牧师，因为是长老，因为是教会内底的属灵的长辈，咱拢会感觉讲啊，迄牧师讲的绝对无毋对，啊长老做的绝对无毋对，这属灵长辈讲的应该拢无毋对。总是有当时魔鬼就秘伫这个中间。牧师的意思毋是讲啊，牧师足无好，咱的长老足无好，信徒上中间无好。牧师直接意思是讲，咱拢是人啊，我们都只是一个凡人而已啦。牧师也好，
种子也好，信徒也好，大家人拢有软弱，大家人拢有无张持、无势力的时阵，大家人拢有家己的需要。总是有当时魔鬼就秘伫这个中间，常常互凶恶的代志看起来无遐尼凶恶，互明明是毋对的代志，看起来那小是对的。除非咱是属灵的人，除非咱是属灵的人，也无有当时咱根本分袂清楚，也看袂出来到底问题是出伫倒位。主耶稣，伊伫伊呼召的群体面头前，主耶稣伊毋是设计一套方式来管理伊的门徒。耶稣无咧管理伊的门徒，耶稣是通过伊的行做，见证伫伊的门徒面头前，通过伊的行做来启示伊的门徒。主耶稣并无通过组织，也是通过团体来满足、来成就家己的即个成就感，也是家己的需要。耶稣无做安尼的代志。总是反倒咱来看门徒。当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，有两个门徒来甲耶稣求啥物？讲列比，你复兴的时阵，阮一个要坐你的正边，一个要坐你的倒边。这两个人是啥？雅各甲约翰嘛，对无？咱看伊讲，反倒是门徒通过组织，利用主耶稣，想要伫这中间做大。总是这两个人，咱看去讲，当耶稣伫克西马尼园受掠的时阵，因两个人走去对，走到无看的人啊，走到无看的人。所以伫这中间，咱伫属灵战争内底，咱徛一对一边，就在伫咱到要压实力价，甲主耶稣做伙来面对苦难，还是你要通过组织、通过团体？来满足家己的成就感。我再说一次，你在属灵征战站在哪一边，就在于你要不要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面对苦难，或者是你要利用组织、利用团体来满足自己的成就感。互咱家己来选择，这无法度强迫，互咱家己来选择。今仔日。咱的长老教会是合意制的教派，不是牧师讲的准绳。长老教会是合意制的教派，不是牧师说的算。既然今仔日是合意制，每一位长职、每一位信徒，在某一个程度顶面，恁拢是掌权者，恁拢是领导者。甲恁边仔人讲，恁是掌权者甲领导者。可能咱一般的信徒会讲，哪有我哪是掌权者，我哪是领导者？今仔日教会方向，拢嘛恁牧师、长职是长职会决定的，无毋对。牧师甲长职是长职会内底，我有发言权，我有投票权，发言权跟投票权，总是牧师要直接问的。牧师的产生。长老的产生、祭司的产生，敢毋是一般信徒敢算产生的吗？敢是？是嘛？所以是这合意制内底，信徒该做事，人人拢有责任，因为咱是某一个程度，咱是掌权者，咱嘛是领导者。总是咱爱真细里使用咱的权利，因为咱若是互毋对的代志。歹的代志，看起来那小是对的，然后继续发生。伫主耶稣搁再来的时，这是团体的罪过，人人拢爱必须面对审判，无人会当逃闪这个责任。那安尼，牧师要问的是，面对安尼属灵战争，魔鬼看袂起，常常甲咱摇底塞弄，安尼一个对敌。属灵军中敢有重要？属灵军中重不重要啦？操练咱国外的性命敢有重要？
有重要嘛？那安尼接下来咱要来关心一寡代志。咱要关心的是，这个咱要称的这个属灵军装，是真理，是公义、和平、信心、救恩，甲上帝的话。第一个问题就是讲，这个属灵军装，咱是要哪穿起来？咱是要哪穿起来？上帝会照伊的方式帮咱穿起来。上帝照伊的方式安那帮咱穿起来。第二个问题是，当讲这个属灵军装，咱讲要穿，就会使穿吗？我们说要穿就可以穿吗？相款，上帝会照伊的时间甲安排，将军装赏赐予咱。最后的问题就是，这套属灵军装，咱敢穿会掉？咱敢会堪住？咱敢穿会掉？咱敢会堪住？上帝袂将属灵军装赏赐予无符合资格的人。所以接下落来，咱要来探讨讲，这个属灵军装，咱要安怎穿？咱要安怎得到？以及咱敢穿会掉？敢会堪住安尼的问题？属灵军装的这个装备，甲咱的性命有真密切的关系。今仔日咱敢有穿属灵军装，就在于咱是虾米款的人。咱有穿属灵军装也无，在于咱是虾米款的人。属灵军装甲各我的性命有真密切的关系。我来讲一解，属灵军装甲各我的性命有真密切的关系。操练各我的性命是一世人的代志。今仔日咱是国活节的主日，对无？总是咱敢有伫今仔日纪念这个国活吗？请问各位兄弟姊妹，你有逐工国活无？你们有没有天天复活？所以恁拢无逐工更新，透早起来真做新人吗？你们没有天天更新，早上起来成为新人吗？你有逐工经历国活无？有阿门无？有啊！啊，这敢是一世人的代志，这是一世人的代志，爱逐工操练国活的性命。属灵的军装相共款，嘛是一世人的功课甲操练。爱一世人安尼操练，互家己会堪这穿这束属灵的军装啦。总是头我有讲到，属灵军装甲国活的性命有真密切的关系。咱看到保罗所讲的属灵军装，真理、公义、和平、信心、救恩，甲上帝的话，这个属灵军装，并不是穿在咱的外面啦。这些属灵军装不是穿在我们的外面，这个属灵军装爱进入咱的内底，爱消化。爱吸收，然后转化，加做咱生命的一部分，然后进入咱的生活，进入咱的生命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将属灵军装吸收、转化，加做咱生命的一部分，这是真正去操练咱国活的生命。我再说一次，将属灵军装吸收。消化、转化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，才是真正的操练我们复活的生命。不过，就算讲咱今仔日哪有专套属灵军装，咱相款爱一世人警醒、爱说灵，因为这场属灵的战争，什么时阵会结束？这场属灵征战什么时候结束？等上个再来。当主耶稣搁再来的时阵，才会结束。所以千万咱唔通有迄种我已经得胜了这样子的念头。我已经得胜啊！我已经得胜啊！唔是，咱爱保持住得胜的状态，保持在得胜的状态。
已经得胜跟保持得胜是两件事。已经得胜，会互你失去警醒。是安那？因为请问战争刚结束啊？啊袂哦，只要你活伫世间，你有肉体有血气的一天，你拢爱面对征战。伫主耶稣基督还未来进前，你拢爱面对征战。所以你唔通有种啊，我已经得胜啊，我已经得胜的，爱保持一得胜的状态，保持一得胜的状态。总是要安怎保持？咱来保养咱的军装啦，保养我们的军装，保养咱的军装，嘛是保养的中间来发现，这个军装敢有发挥功能啊无？属灵军装有没有发挥它的功能？今仔日咱看到这属灵军装有啥物货？真理、公义、和平、信心、救恩，甲上帝的话。咱拢会讲啊，我知影真理，我知道真理，我知影真理。总是当咱听到歪理的时阵，你敢有为着真理来发声？我知影真理啊，但是你听到歪理的时阵，你敢有为着真理来发声？咱意爱公义，总是你看到无公义的代志，你敢有来行动？你看到不公义的事情，你有没有行动？咱伫主耶稣基督内底得到平安，咱通过福音，咱得到平安。总是咱敢有去分享给别人。今仔日我讲，咱信耶稣基督是咱的主，耶稣是我们的主。但是咱敢会分别魔鬼甲撒旦的声？有当时啊，咱会对唔着主。当咱分别袂出是魔鬼还是耶稣的声的时阵，咱会对唔着。倒来就是咱领受主耶稣基督白白的恩典，白白的恩典，总是这个救恩。咱用德国神学家潘霍华，德国神学家潘霍华所讲的，这是重价的恩典。上帝讲是将伊无爱的物件互咱，啊，这我无爱点啊，互恁人类，啊是将伊所听的圣经授予互咱。上帝将伊上听、上甲意爱的圣经授予互咱，通过伊的死甲割活来完成这个救恩。所以这是重价的恩典啊！这是重价的恩典。总是咱伫这重价的恩典中间，咱敢有搁另外去追求遐个无意义、空虚的代志？有没有在这重价恩典之后，还去寻求那些没有意义、空虚的事情？咱嘛常常读圣经啊，读圣经就是咧磨圣神的宝剑嘛。总是这支宝剑，你拢安怎使用？你拢摕起来打上扑。这支宝剑，咱拢安怎使用？上重要、上该需要反省的是，咱所认为的胜利，敢是上帝所爱的胜利？咱所认为的福音，敢是上帝所爱的福音？咱的意念、咱的计划、咱的行动，敢拢有符合上帝的心意？上帝敢真正会欢喜？所以保罗最后甲信徒苦劝讲、呼吁讲，咱爱祈祷，咱爱祈祷，咱一定爱祈祷，特别是倚靠信心来引带咱祈祷。当然，保罗一家所讲的祈祷，不只是进入房间，目睭闭起。坐咧、跪咧，还是拍的，安尼的祈祷。咱的生活、咱的行动、咱的意念，就拢是祈祷。咱的专灵就是祈祷。祈祷毋那是互咱反省讲，属灵的军装敢有正常来发挥功能。祈祷搁较是互信心来引带咱正确来使用属灵的军装。祈祷的基础，祈祷的基础是在于咱甲上帝的关系，毋是咱念什么款的祈祷文。我再说一次，
祷告的基础在于我们跟神的关系，不在于我们念什么祷告文。上帝不会赏赐给人任何祷告文来捆绑自己啦。你讲听我意思？今仔日咱甲上帝关系无好，你读啥物祈祷文，拢无效。所以上重要是咱甲上帝的关系。那呢，我们问的是，一礼拜中间每一个天数，敢拢是祈祷？在礼拜当中，每一个程序是不是都是祷告？当时拢是祈祷啊！每一个天数拢是咱甲上帝的沟通、建立关系的祈祷啊！不只是礼拜，团契敢是祈祷，小组敢是祈祷，开会办活动拢是祈祷。祈祷是生活，咱的生活就是对上帝祈祷。所以咱来想，咱甲兄弟姊妹中间的互动甲沟通，敢是祈祷？是不是？我们跟弟兄姐妹的互动跟交通，是不是祷告？也是祷告啊！是啊，咱对人的关怀甲帮赞，就是祈祷啊！今仔日咱一教会认真甲同工三配合来侍奉，嘛是祈祷啊！今仔日咱照教会的规矩来顺服、来付出、来奉献，这拢是祈祷。所以咱甲兄弟姊妹的关系安怎？咱对上帝的祈祷就是安怎？就是安怎？反倒来讲，咱甲上帝的关系安怎？咱对兄弟姊妹的祈祷就是安怎？教会是上帝授赐予咱一个真好的礼物。教会是上帝赏赐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好的礼物，一个上好的礼物。这个礼物会当予咱一中间操练咱国外的性命，更新不断改变的性命。教会是上帝授赐予咱信徒，会当彼此扶持、彼此激励的一个团体。教会是上帝予信徒会当将家己心中的软弱、困难会当交托的所在。咱看去以弗所书批信的最后，保罗伊做了真好的模范。保罗伊苦劝信徒中间爱彼此祈祷，对无？最后伊讲啥？恁嘛爱替我安那？你们也要为我祷告。恁嘛爱替我祈祷。保罗用安尼来表明讲，虽然我是一个牧者，我是传教士。总是我小共款，需要有人支持，需要有人关心，需要有同工会当相配合。保罗用安尼来做模范，伊将伊的需要交托团体，毋望整个团体来为伊祈祷。今仔日保罗写这份以弗所书的时阵，伊人伫倒位？伊人伫罗马的监牢内底，因为福音的缘故，伊受了。去到是罗马受软禁，这福音的对敌，伊用人的方式要来阻挡福音。伊阻挡保罗，伊用这种方式，让保罗无法度继续传福音。总是保罗伊写批，互以弗所的信徒但讲，请恁继续为着我来祈祷。虽然我受到软禁，总是恁为我祈祷，互我以信心的感动下面。大胆来宣讲福音，为了真理来征战。上时保罗用安尼爱信徒，继续用因的性命、用因的生活来祈祷，然后通过祈祷，互信心引带因正确来使用属灵的军装，互属灵的军装会当发挥功能，嘛互属灵的军装在咱的身躯顶显出这个记号。属灵军装的记号是啥物？就是真理，就是公义、和平、信心、救恩，以及上帝的话。这是必须爱在咱身躯顶显出的记号。这个记号会当证明咱有这操练国外的性命，
这个记号会当证明咱是上帝的儿女，这个记号会当证明咱是基督的精兵，参与这场属灵的战争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伫你的呼召竞选下面，享受伫你的救恩内底。这个救恩是通过你的圣子耶稣基督的受难以及割活来成就的。主啊，恳求你，予阮掠掉这个恩典，恳求你帮助阮。通过你的信心，予阮逐工拢经历割活的生命，予阮逐工透早起来拢成做一个新的人。主啊，过去阮有得罪你的所在，过去阮有做毋对的所在。主啊，恳求你拢通过你的信心，甲阮擦消，甲阮洗清气，无得予阮拄到这个软弱的捆绑，无阁因为过去的歹、过去所犯的罪，继续甲阮压制。主啊，恳求你守住，予阮信心，知影讲你一定赦免阮，你一定怜悯阮，你一定接纳阮，阁要装备阮，成做基督的精兵。主上帝，恳求你帮助阮，予阮每一个人，逐工通过祈祷、读经。来保养属灵的军装，都通过祈祷读经，和圣神帮助咱正确使用属灵的军装。通过安尼，世间人就知影讲有这属灵战争的存在。通过安尼，因会搁较来仰望福音，因会较无得到福音，因会想要得到福音。主上帝，恳求你的神帮助阮，大声坚固阮。予阮徛好在，主阮安尼向你祈祷恳求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接下来牧师要来报告，报告的大声，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。咱来看台语的部分，牧师读一解，咱的信徒，不管你是现场还是伫线顶，咱就家己来读两解。就请上帝全副的正觉，互恁会徛在来抵敌魔鬼者的诡计。以弗所书6章11节，请。互恁会徛在来抵敌魔鬼者的诡计。以弗所书6章11节倒一解，就请上帝全副的正觉，互恁会徛在来抵敌魔鬼者的诡计。以弗所书6章11节。今仔日的报告，请咱家己来看一个赖顶悬周报的电子版。牧师一只小共款要来呼吁，面对现今全世界拢在对抗的这个疫情，请咱爱好好来保护家己，减少出门。若是有出去，请咱爱防护家己，回去爱洗手，爱消毒。上重要的代志是，咱经历过受难周，今仔日是割活的主日，总是面对今仔日全世界安尼疫情。遮尔济苦难、甲死亡，牧师即只呼吁，咱搁较用祈祷来陪伴，遮个是苦难中间的人。阿门。最后，咱做伙起立来领受上帝所收赐的恩典。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到阮三甲之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密祷。好，咱平安礼的方式，现场兄弟姊妹，咱用讲述的方式，甲对方讲平安。伫线顶的兄弟姊妹，一厝内，你会当甲你厝内的人握手不要紧，等下去洗手，嘛会当拥抱，等下去洗身躯，安尼就好。